创世纪第26章，以撒住伫基拉尼。以撒住的所在，伫亚伯拉罕在生的时，捌发生饥荒，现在阁有饥荒。以撒就去基拉尼，到非利士人的王阿比米勒遐。上主对以撒显现，讲：你毋通落去埃及，着住伫我指示你的地，你着寄居伫遐。我要甲你同在，赐福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个地拢予你甲你的后代。我嘛要建立我立誓对你的老爸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我要予你的后代人数加添，亲像天顶的星遐多，阁要将这个地拢赐予你的后代。要予地上万族因为你的后代得到福气。这是因为亚伯拉罕有听叹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、命令、规例甲教示。以撒住伫基拉尼，迄所在的人讲着伊的某，伊就讲是我的小妹，毋敢讲是我的某。伊心内想讲，因为利百加生做真水，惊了迄所在的人为着伊的缘故甲我杀。伊伫遐住真久。有一日，非利士王阿比米勒对窗仔看出去。看到以撒甲伊的某利百加在相亲热，阿比米勒叫以撒来，甲伊讲：伊明明是你的某，你哪会讲伊是我的小妹？以撒讲：我想讲，我会因为伊互人杀死。阿比米勒讲：你哪会对阮做这款代志？人民的中间险险有人甲你的某做伙困，你就害阮犯罪。阿比米勒就命令人民讲：若有人磕到这个人甲伊的某，一定要互伊死。以撒伫迄所在种作，迄年得到100倍收成，因为上主赐福伊。伊的家业不断增加，非常好业。伊的牛羊真多，阁有真多仆人。非利士人就怨妒伊。伊的老爸亚伯拉罕活地的时，仆人开的井，非利士人拢甲因踢地，用土吞起来。阿比米勒对以撒讲：你着离开阮，因为你比阮家族强盛。以撒就离开遐，去基拉尼的山谷大埔边徛去。伊的老爸亚伯拉罕在生的时开的井，拢互非利士人吞去。以撒定再开遐的井，照因老爸所号的名，甲遐的井号名。以撒的仆人伫山谷挖井，挖到一口活水的井。基拉尼的牧者甲以撒的牧者相争，讲：这口井是阮的。以撒就甲迄口井号名叫做埃色，因为因甲伊相争。以撒的仆人阁挖一口井，因阁为着这口井相争。以撒就甲伊号名叫做西提那。以撒离开遐，阁去开一口井，因无阁为着这口井相争。以撒就甲伊号名叫做利河别。伊讲：但上主互阮开阔的地通发展，阮要伫这个地兴旺。以撒对遐上去别是巴。迄暝，上主对伊显现，讲：我是你的老爸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毋免惊，因为我甲你同在。我要为着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赐福你，互你的后代兴旺。以撒就伫遐起一座祭坛，敬拜上主，大埔边徛起。伊的仆人伫遐挖一口井。以撒甲阿比米勒立约。阿比米勒带伊的顾问阿何撒甲元帅回国，对基拉尼来见以撒。以撒对因讲：恁既然怨恨我，甲我赶走，是安怎阁来找我？因讲：阮清楚知上主甲你同在，所以阮想，咱双方来救蛇立约。你毋通伤害阮，亲像阮毋捌磕着你。以前阮好款待你，阁送你安全离开，但上主有赐福你。以撒办道请因，
因就做伙啉食。隔日透早，因互相咒詛。以撒送因起身，因就平安离开。上迄日，以撒的仆人来，将因开井的事甲伊报告，讲原挖着水啦。以撒就甲迄口井叫做示巴，所以到今仔日，迄个城叫做别示巴。以扫娶某。以扫40岁时，娶赫人比利的查某囝犹得，甲赫人以伦的查某囝巴实末做某。这两个妇人人常常互以撒甲利百加心内忧闷操烦。